讲到这台铁的董事会下晡通过着这台铁票价调整方案，董事会同意平均起26.8%，台北到高雄这自强号票价是对824块起到975块。那地图使用 T-Pass 的通勤民众是袂受到影响，台铁也会把这方案提报到交通部审议，最后送到行政院来核定。30年无起价，火车票即要起价啊！5月下晡，台铁董事会经过2点外钟讨论，最后决定以合理的利润0.36%计算，加上愈远愈减价优惠做法，董事会同意平均票价起伏来到26.8%，超过一年票箱收入应增加47.15亿。公共运输其实很多啊，大家如果觉得票价太高的话，他们就会搭其他的。我们也不希望企业赔钱嘛，对啊，我们。其实多个一点钱，其实也对我们来说，其实不会影响到生计啊。新方案试算地图的台北到邦桥区间车票价由即阵的15起到22，我郡台北捷运同区间的票价25块，不过使用 T-Pass 的通勤族无受影响。台北到台中自强号转375起到501块，台北到花莲起价了后，我郡600块，北高自强号由824块调到975块，票价也是在1000以下。我们是就采用地缘地检的方案，程序上还要报到交通部交通费率委员会审完，在行政院才做最后核定，并没有调到一个能够让我们的票价是能够是处于合理，而且是能够来跟我们运输成本打平的话，只是让交通部对于台铁有票价调整需求有个交代而已。台铁产业工会认为讲，根据立法院核定的台铁票价公式，合理投资的利润率是3%到5%，烦恼最终通过是以0.36%试算方案，对提升整体收益效果有限。工会也呼吁，除调整票价加资产开发，才增加收入的做法以外，嘛要思考提悬现场员工的待遇，才法度甲人留掉咧，避免因为欠人而影响营运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